那么为了降低群聚感染的这样的风险来维护学校学生、师生的健康跟学习的权益，那经过整体的评估，那么从5月19，从明天开始到5月28，我们全国各级学校，包含公私立幼儿园，就停止到校上课，那么改采以居家线上学习的方式来进行这个时间里面的相关的课程。那儿童照顾中心及补习班，我们也会同步的来请学生停止前往，以在家学习或休息为原则，这段时间就不到照顾中心及补习班。那么在这个阶段里面，大专校院及高中以下的学生，我们是改采线上教学的方式来进行，线上教学也视同正式的课程。暑假这个期间就不再另行做补课这样的一个前提来进行这个课程。我还是在强调在原来在去年的这段时间之前，我们的病例都非常的少，非常的少，那社区基本上是安全的。那我们现在要来抗疫，就是要让这些已存在的、已发生的，我们赶快把它找出来。那越快速，那就越不会往外传，是少接触，尽量就不要外出，不要去聚会，然后口罩一定要戴好，随时有让高度的一个警觉。那只要大家都能够维持这样子，那我们尽速的把这些病例找出来，那尽速就有可能让这个整个的传播的情况是往下降。也顺便提醒一下，当然在前一段时间，这都很难免的。我每一次出去要照相，大家也都跟我讲，就是说部长把口罩先拿下来一下，有人就说那球都看不到这种都很多，很难免的。但是现在情势，我说现在的情势已经不同了，现在情势已经不同了。把口罩戴掉才是礼貌了，才是礼貌。而且我真的从以前我都认为，大部分都戴口罩比没有戴口罩要好看好，那安迪勇士稍微说明一下，有戴口罩才是礼貌，照相的时候也不要脱下来你有话想说却苦无发声的管道吗？你对事情有不同的见解却无人倾诉吗？年轻学子们站出来说出你们的想法，让我们听听年轻人的心声。闹辩风向强力征求学生辨识，只要你敢说，我们就敢要。赶紧拍摄影片，然后发送到我们以下的信箱，就会有专人跟你联系。还有，别忘了订阅我们闹辩风向的 YT 频道，按赞，开启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我们精彩的辩论哦。各位朋友，闹辩风向，敢嘴就来辩。